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1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中小学延到2月25号才开学。这段期间，立委林俊宪特别邀请成大教授蒋振宇制作安全有效的消毒水，将分送给有需求的学校，协助学校做环境消毒，来保护学生的健康，嘛让家长会当安心。等各级学校延后开学的这段时间，如何加强防疫、提供安心的环境，是每一个家长关心的焦点。上午，成大生命科学系教授蒋振宇受立委林俊宪委托，利用非法学生的漂白剂，是用盐甲水所调配的次氯酸水，在校园内针对大家上容易接触的门把、座位甲餐桌予以消毒。互防疫加一层的保护。肺炎猛然爆发来袭，真的是大家吓坏了，所有的人都在找如何来消毒啊，如何来维护环境的安全卫生。所以我就去请教成功大学生命科学系的几位老师。那成大也非常的热心他们提出了制作次氯酸水来送给小朋友、幼儿园、学校，因为即将开学。那这几天呢，大家用的消毒方式，大部分都是像漂白水啦或者是酒精，但是这种强氧化水其实对小孩子的身体，如果使用久了，怕他负荷不了，所以有没有更安全、更温和，甚至制作更便宜的方式来维护所有环境的安全、卫生、健康呢？所以成大就提出了次氯酸水。这工可以当达到杀菌效果的次氯酸水，因为安全原料取得容易，所以教授伫防疫期间，除了提供成大校区等有需要的国小甲幼稚园，嘛大方甲民众分享，免买机械，家己地当调配。其实最主要是要获得原液，那原液呢可以上网去购买，那大部分的原液介于300到400 ppm。那如果是第一次消毒，可能用浓一点，稀释3倍。但是如果将来你天天或者是你一段时间就会消毒，建议5倍到10倍就可以了。然后重点的第一次是场域的消毒，但是如果再来要做的话，你可以重点式的门把、桌子、人容易碰触到的地方、卫浴。面对疫情的冲击，全面拢动起来，特别是幼儿的免疫力较歹，更需要加强。教育局嘛表示，开学进前所有环境的清洁甲物资拢已经准备妥当，加上有了教授的这款消毒水，更加有信心。今天这个成大蒋教授这边有见证我们一些防疫用的这个消毒药水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那这些防疫的物资我们一定会充分的来谨慎的来使用那学校的部分，我想我们督学都有到校那督导各校目前的防疫准备的工作应该是这个已经算准备到一个程度，算各校都已经知道了那我想开学前我们一定会请各校就整个物资的准备、校园的环境的消毒，还有整个人员的追踪我们请学校都务必把它做到位那请各位家长可以放心成大甲立委林俊宪合作，其实是对天高这个防疫的开始，将研究的成果进入社区。现在阁无需奉献，再次为肺炎的防疫尽一份心力。电新闻管自林根采访报道。因为看到民众为了武汉肺炎非常的烦恼，主事医生保生大帝树顶行济公10号上午特别举办祈福仪式。由具有道长资格董事长吴汉清率领董事以及道长吴明虎共同上香祈祷，
希望用宗教的力量来安打人心，同时嘛呼吁全体国民爱配合政府的政策，共同对抗疾病。位伫北区的树顶乡镇宫主事医生保生大帝，庙方因为最近看到武汉肺炎引起侪民众的不安，对此由着具有道长身份的董事长吴汉清，带领其他也有道长身份的董事，共同来举办祈福仪式，向保生大帝上香祈求，希望伊展现成为减轻疫情，保佑民众的身体健康。家中年大团发人大良市大工作日大欢迎看树顶以及用当事会，恭请保生大帝福国平安，阳稳有余。因为即届咱武汉即个瘟疫造成全世界的即个恐慌甲不安。阮身为呢，即个宗教的宗事者，甲庙宇的即个护持者有责任咱行政宫甲咱吴道长大家真愿意为着即次的瘟疫呢共同要来祈天要来拜神呢来为咱百姓祈福，来扫除这瘟疫，互咱即个瘟疫呢赶紧早日伫咱台湾来平静，互大家平安好好会当来过日。同时，庙方也将要配合台北松山自由宫，将要伫18号到20号举办大型的祈福活动，希望会使为全世界来祈福。因为即次呢，即个法会呢，咱行政宫由阮遮有领到道籍的即个董事呢，甲阮的吴顾问共同来做祈安的工作。以外呢，就伫台北松山呢，咱即个自由宫。由咱李友坤道长来主持这个科事，伫咱农历正月27日要伫台北来做祈安的工作法事。庙方也强调，面对安尼病毒的威胁，民众也应该配合国家的政策，同时做好自我的卫生防护管理，才会使安全来度过这个危机。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武汉肺炎除了对饭店甲餐饮业造成冲击以外，观光旅游产业嘛受到影响。这个月才拄啊被交通部观光局考核，连续9档得到特优的野生动物园，为过年到即马游客减少3成，服务业者非常的无奈。嘛呼吁民众，互我空旷空间，唔免惊，欢迎大家去甲动物佚佗互动。对过年期间到目前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大家拢减少出门，连户外空旷野生动物园嘛同款受到影响。根据统计，游客这段期间入园就减少3成，嘛服务业者相当无奈。当然寒假延长，加上天气愈来愈热热，游客已经开始对大家拢挂口罩。到现在，大小朋友伫户外无挂口罩的比例提高。嘛显示防疫有了正确的意识，就唔免惊。我是觉得防疫是还好，因为毕竟这是开放空间，都比较不会像现在的肺炎那么严重，都是要在密闭空间。都是开放的空间，其实可以出来走走看看，而且又有太阳，因为毕竟太阳可以杀菌嘛，所以我才带小朋友过来这边走走看看。如果我会怕的话，我都不会带他来啊。其实对着伫客家经营野生动物园的业者来讲，因对管市合并以来，每一档拢摕下交通部观光局独特科核的特优，今年嘛无例外，表示因伫游客安全维护、设施的管理加环境清洁顶面，拢有了突出的表现。所以业者讲安心啦，请亲自做回来佚佗。这是荣获交通部公安局的109年度的那个特优的游乐地区的话，我们是内入的第9年，从100年开始到109年9年开始。这一次的话这说在过年之前呢，跟这个肺炎的情形之下的话，我们今年的过年，比以往的话是减产3成的游客的样。所以现在的大家都是说很怕这个肺炎会影响到，尤其是公共场所。可是我们完美世界是属于户外的动物园，所以游客进来之后，我们现场比如说入口处都有提供了游客可以消毒的地方，还有各个卖点比如说游乐设施都有定期的消毒，还有那个像餐厅的话各个都有入口处都有那个提供游客的那个洗手的地方，还有消毒水
那可以消毒。所以各位游客来这边玩的话，相对的话也不用害怕，因为这边是真的很空旷的地方，也适合全家大小来出来玩。看来如果连续9档特有的观光娱乐业，民众都无信心，就真正讲袂过去。其中看到吉林路顶名称动物古水模样，确实相当的吸引人，也欢迎民众做伙到户外甲因互动。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配合国防部推动老旧眷村活化，市长黄伟哲下晡亲身主持，领导利空新村的都市更新开发案。依照奖励，台南市政府将得到70户的社会主体，市价大约3亿。全区的开发预计6档来完成，将为市库节省11亿的支出。伫市长委托亲自见证之下，来自新竹开发公司甲都发局长正式签订利空新村 A 区的都市更新开发案。根据了解，签约以后将尽速进行更新计划甲主体工程的规划设计，预计110年开工。对着市府来讲，新堡开工以后，3档内将取得70户的社会主体，专案渴望为市库节省11亿的公款。加上基地地点优质，嘛突破外界对着社会主体拢是较偏远的印象。因为2空眷村改建是一个非常大的建案，总共大概1080户，然后中间1000多户，然后中间这个我们市政府可以取得70户的社会宅。那我想这个对如果要新建这70户的社会宅，包括这栋大楼的话，其实坦白讲，我们要多花10几亿。那我们不但取得了这个免费的社会宅，还可以取得这个公园、绿地等等相关的公共设施。所以，而且那个地方，建案的地方距离捷运站非常近，所以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社会宅。那也颠覆了过去所谓大家认为说社会宅就是传统比较偏远的、比较没有人要去住的。那我们将会严格监督施工品质，让社会宅一定是要比美豪宅。所以要让它的这个施工品质要好，然后它的地点又好，那工程品质又好，那不像过去大家传统对国宅就是说草草施工、草草完工，然后品质不好。我相信这个我们会请公务单位以及相关的建造单位努力来维持这个品质。但市政府近来配合国防部积极推动老旧眷村的活化，而且透过融资奖励方式，买当无偿开辟土地，取得公共设施。以这款招商的策略，将创造地区发展、政府甲投资者多赢效益，冒济机缘拢共同来见证。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
国民健康署关心您。1920年动工的嘉南大圳水利系统，今年届满100年。中央研究院、嘉南农田水利会、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以及台南市政府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整合保存嘉南大圳的文献，也成为台湾水利文化资产的里程碑。台湾重要的水利设施嘉南大圳，今年迎接开工的100周年，相关单位也准备了侪纪念活动。拍头阵的，就是由着中央研究院、台湾嘉南农田水利会、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南市政府等4个单位共同签署嘉南大圳的文献史料整理甲应用的合作意向书。促成这届合作的文化部处长李连全也亲自南下来做见证。去年的2月27号我下来开始协调，那协调的水利会那以及经济部以及农委会跟交通部，那目前达成就是今天是史料的征集的第一步，然后接下来5月八田雨衣的纪念日到9月整个开工100年的纪念，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没有历史记忆的民主，其实就没有长远的未来跟可观的发展。那今天感谢农田水利会跟台南市政府的协助，使得这整个嘉南大圳的史料能够有一个征集，那把过去嘉南大圳对嘉南平原的贡献做进一步的阐释，使得了解嘉南大圳对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大的谷仓，也成为台湾一个美丽的风景做了很好的诠释。这届所整理出来这些资料，包括工程、人事、管理等等，过去拢伫水利会当中来做保存，并无对外来公开。对水利文化资产的保存来讲，这届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我们希望把乌山头水库兴建、管理等各种资料，譬如说像工程的建设，还有水资源的管理，以及人事制度的建立、组织系统的运作等各种文献资料，能够进一步来系统性的整合，希望能够有永久保存以及公开，让社会大众来了解，能够凸显到水文化的重要跟价值。那我想说，在这个特殊有意义的日子里面，我们当然要把嘉南大圳整体的历史图资，还有这个图档资料、文史资料，能够把它这个建档齐全，能够让外界以及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个影响台湾100年以上的这个巨大的工程，不仅是所谓的福国利民，更是为历史留下见证。这点是我们签订这个合作意向书重要的这个意义。除了相关资料的保存，其实对这些文物做讲解人员的指示，也是这届保存的重点之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献史料是一个有形，我们可以像待会后面看到很多的图面，这个是一个有形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无形的，就是每一个图面如果没有解说，像刚刚我如果没有听那个林股长的解说，其实完全是看不懂的。那这个解说是蕴含了整个我们农田水利会几十年来、100年来的丰富的整个这个运作的历史的记忆、历史的经验，这个呢需要被好好记录。所以我们现在文化部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叫国家文化记忆库。那国家文化记忆库的这个计划呢，如果能够来透过我们水利会的各种史料文献，然后配合我们那个水利会的这个解说，整个能够进入国家文化记忆库，那相当的程度，对于我们全台湾将来来面对极端气候，应该会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事情呢，今天这样的一个签约，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从有形的文献史料的整理，无形的这个记忆的一个记录，以及博物馆可以在后续跟我们整个农田水利会还有水利署一起在透过一个策展的方式。
那这个希望可以一起好好的合作。伫完成签署仪式以后，也象征即届合作正式来开跑。接下来将会展开一系列的计划，这个资料未来也将会成为台湾水文化博物馆的一部分。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府城观光护照为出刊到今，今年已经是第18期。要互大家伫个世代人的时阵，不管是食的、住的，或者是交通，拢有好康优惠。毋过因为长期以来无够成本，加上理事长本人打算退休，所以也传出明年将要停刊的消息。这本府城观光护照伫前市长柯添在督促之下，委托淡市观光协会申办到今年2020年，已经是第18档，有了18本。一开始对府城的小吃为主题宣传，一直扩大到饭店、农业、各大高级景点甲观光工场。不管食的、住的、耍的，拢有做好康优惠。其中，加拿大饭店，不管是平日假日，只要500块就已经赚到。卖当看到伫公部门甲民间的合作，并文化观光创造得赢。不过，这一手催生一路坚持的淡市观光协会理事长尤义峰，虽然真骄傲这一本一本创下全国出刊的历史纪录，不过嘛公开每年护照即将停刊的消息。感谢我们的乡亲的爱戴对观光护照推动台南的观光也极力的推崇帮忙当然啦，人总是有相聚的时候，也有离开的时候。18年的日子也不算短了，如果生一个小孩子也成长大人了，也可以娶老婆了我这段时间也尽量的推台南市的观光在这18年来，从第一本的999块到现在还是919块来带动台南市的观光，是不计成本的在这段时间年龄的岁月的变化再加上我个人也一直很忙基本上也想来退休了也想自己轻松一下教书做个副教授就好基本上所以心里有想说观光护照就发行到18期。18档内，平均每一期拢有1万本销路的护照，甚至伫台南办台湾灯会迄档，佮创下将近3万本的成绩，互伊印象深刻。哪一期的销路是最好的？我告诉各位，是在许天才办台湾灯会的那1-2年，第一年是鸡年，第2年是狗年，这一本是鸡年的那一年所发行的。卖了将近3万本，3万本为什么？因为那地方有办活动而带动的当然啦，其他没有在办活动的时候，也是对护照的行销上也是蛮不错，也将近1万本这一些的话，基本上各位乡亲你算算看，一本是2个人适用能够带动多少人潮来台南市观光？所以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如果停办的话是很可惜的。根据协会表示，传出最后一期以后，除了厂商感觉可惜，民众的询问度嘛真高，因为送礼甲自用拢真好，已经造成抢买。协会表示，有需要民众会当直接洽询06-235-5818。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6度到2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2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